再来看政治大学安全研究中心举办的评推，初步的报告是指出讲，咱台湾的土炭上侪只有42公的存量，天然气只有14公哦。台湾的三大超高压的变电所，若是风炸掉，一切拢会停止运作。所以能源会是咱台湾面对战争上难的部分。中共新冠两化对峙的局面，由正大安全研究中心举办的评推，初步的报告已经出来。想定中共反台军人伤亡人数29000万，平民的伤亡是1万人。台湾现阶段医疗量能恐惊无法度应付。另外，这边评推更加多是各国的铁桥、能源电网的维持、经济供应链、网络一个海南电线。报告内面讲，台湾燃煤的建比度比上最只敢若42公，天然气是14公，三大超高压的变电所，若是被摧毁，恐惊规袂叮当。能源问题成做台湾战时上脆弱的一部分。因为石油的话，大概也只有20天左右的时间，那你石油一下就用尽，而且打仗的石油耗最快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军车、战车、坦克、飞机都要来使用这些油，那对台湾之前包夹，那外军要做驰援的状况之下，非常的困难。那靠我们来做渗透运补，或者是打开我们海上交通线，但是势必会引发这个交战。面对中共包围台湾，形成封锁网。以后要怎行出困境？张元廷认为，除了提高能源的度比量能，也强化加民友的情报交流。台湾伫战时爱运补能源，双方一定会交战。所以，敢要互义务役上战场真济主战比例，大家也伫咧讨论。前国防部长现任退伍会主席彭世宽也提出伊的看法。宪法有规定嘛？这个我们都这个国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，那你服完兵役之后要上战场的时候，当然你要上战场。国防部伫咧初步的发布，总共征集强机16台次，其中建立西南空袭有4台次，强监视6台次。伫台海周边活动，国军拢有严密的监控甲应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